司機啊，趕上班啊，開快啲啊！開得好快噶啦，後生仔，唔好咁擒青啊！唔係咧，真係趕時間啊，開快啲啦！都話唔好擒青咯，安全第一啊！睇完頭先嘅呢個短劇，你係咪估到我哋呢期講嘅就係擒青呢？咁擒青究竟又係啲乜嘢意思呢？同埋究竟又係點樣嚟嘅呢？先聽下先生係點講㗎。廣府人係有個詞係好特別嘅，恐怕其他方言都冇嘅，擒青。咁假如就照呢兩個字啊，用普通話讀佢出嚟啊，講普通話嘅人咧都會聽到莫名其妙，一頭霧水。咁擒青係咩意思咧吓？咁睇過前頭嗰個短劇啊，就應該知道擒青係形容人哋嗰種趕唔切嘅樣嘅，趕唔切嘅樣。咁而家有人問啦，點解形容人哋趕唔切係用擒青呢兩個字咧？咁啊，我就見過兩種解釋，一種話嗰陣時嘅大戲台上面咧，啲武生出台啊，啲鑼鼓點啦係咚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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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咁越嚟越緊，而嗰位武生嘅台步咧，亦都係越行越快，越行越快嘅。咁嗰陣時嗰啲睇慣大戲嘅人啊，平常生活中間見到人哋急急腳咁走路咧，佢就好自然咁諗起戲台上面睇到嗰個武生嘅走路同埋嗰啲鑼鼓點，咁佢就同人哋打鼓點咚青咚青咚青咁樣，咁就用個咚青啊嚟到形容人哋行得快。咁咚青兩個字冇辦法寫嘅喎，咁就寫定乜嘢咧？咁就用擒青兩個字代替佢啦。咁呢度係一種解釋。咁至於另一種解釋咧，有人就話啦，擒青啊係同舞獅有關嘅。咁舞獅採青咧就要完成幾個步驟，如果冇完成到望青、驚青、試青呢啲咁嘅步驟，急急忙忙咁樣將人哋嗰封大利是袋咗落袋就走人啊，咁人哋就會話佢擒青。咁兩種解法啊，相比起嚟咧，我仲係比較認同第一種講法。擒青呢種聲口啊，同揼青揼青咧就係好相似嘅，而形容武生急急腳咁走路咧，就有意思上嘅聯繫，所以兩方面都照應咗，我認為解得比較全面。而第二種解法咧，我就始終覺得嗰個擒字冇乜着落啊，而且啊，我諗舞獅嘅人啊，好醒目噶嘛，人哋掉一封大利是出嚟俾你，無非係想叫你聚一聚人氣啫。如果你冇兩下就走人，第二年啊，邊個仲肯叫你再嚟啊？如果嗰個大商家見到你嚟啊，佢就會自己擒青咁走上去，拆咗嗰封5萬蚊嘅大利是，另外揞張殘掹掹嘅5蚊紙掛上去算數啦。咁你幾分鐘吉共青咁就走人嘅話咧，真係冇人再叫你嘅。咁所以呢行嘅人咧，我諗佢都明白呢啲道理，絕對唔會咁樣做嘅。咁講到呢度啊，我仲要補充下，個擒字應該係寫成有踢手邊定係冇踢手邊咧吓？照翻我嘅諗法咧，如果個擒字只係代表聲音嘅話咧，咁兩個字咧隨便用一個都可以。不過咧，個擒字啊喺廣州音裏邊咧，佢又有另外一種意思，就係攀爬嘅意思。如果真係同舞獅有啲關係嘅話咧，咁可以講句咁嘅話嘅喎。嗱，佢舞住隻獅頭，擒上擒落，咁咪有個擒字喺度咯。咁我諗咧，仲係用翻個踢手邊個咧，就兩方面都照顧到。你話係又用同揼青嗰度嚟嘅，亦得；你話用舞獅嗰度嚟嘅，亦都可以解釋得過去。呢期越講越過癮，就講到呢度。下期我哋會講牛皮燈籠，精彩內容期期都有，唔使咁擒青嘅。